做行要带观众朋友来去婚林哦，婚林的林中国小狗仔真济，因为讲学生休热，校园会使讲是拢互狗仔甲占掉咧。上济时阵呢，差不多有40-50只哦。反正讲学生若是开学了后，会去互狗仔来甲伊攻击，校方就要来赶狗，想要用炮啊甲伊惊，毋过效果好亲像无啥好。学校即马想要用电棒啊来赶狗。放鞭炮赶猴子喽！喊一声要赶狗仔，刷落就放炮仔，真足看画面。倒边一只高山仔趴伫树仔顶，中间有一只较大只的。听到炮声了后，倒边的爬落去，正边嘛当看到有2个乌影走去，不过中间这只煞也是留伫遐。袂走呢，伊袂走呢。婚林的南中国校高山仔真济，学校的老师佮翕影片来甲大家讲，到底有偌济。看到学校前庭这边，我停车地方也看到非常多的猴群在这边。画面是无假过，高山仔真正是有够济，有翕到的有10几只，啊上济可能有40-50只。伊也会抢物件嘿。是安那抢，伊走过来。无啊，你手摕伊就只甲伊抢啊。佢起哩，拢搞袂当起哩啊，塞放甲佢头啊。今年可能因为山区的果子树产量变少，因过寒天才会出现的高山仔，5月就新走出来。学校边啊上少有2顶高山仔，逐工拢走入去学校2届。学校烦恼开学了后会影响到学生，就来想办法赶狗。不过放炮的效果煞无讲真好。过度的爱心喂食，造成这个猕猴族群的数量激增，那造成我们这边在地以及民众的相关，不管是财育或者生命的安全。台湾狗因为袂当抬，所以生甲真紧。县政府农业处会补助乡公所请人去赶狗，嘛会叫观光客卖饲高山仔。啊，学校嘛考虑甲附近的农民共款，搭电围篱来赶狗，希望高山仔卖过来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